我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試過喺工作環境裏邊遇到一啲嘅同事，佢哋嘅溝通方式咧令你感覺到唔舒服？例如有啲同事咧總係中意討好別人，有啲咧就好中意咧指責人哋，有啲咧就太過理智啦。原來呢啲都係唔一致溝通嘅常見類型。美國著名嘅家庭治療工作者 Satir 咧，佢就提出過5種溝通形態。今日我先分享4種唔一致嘅溝通形態。第一種就係討好型。呢種溝通方式嘅人咧，通常會過度迎合別人嘅，而且會忽略自己嘅需求。例如一位員工咧，總係答應晒所有同事嘅請求，但係當然嘅過程裏邊會令到自己嘅工作量好大，甚至乎咧令到自己嘅壓力倍增。第二類嘅咧就係指責型。呢一種溝通方式嘅人咧，總係中意將責任咧推俾人哋嘅，常常咧去指責人哋啦。例如一位主管喺項目失敗之後咧，佢會怪責團隊冇盡力，而唔會考慮自己喺管理方式上面咧出現問題。第三就係超理智型。呢種溝通方式嘅人咧，往往就係過於理性，忽略咗情感同埋人際關係。例如一位同事喺討論裏邊咧，只要係會關注數據同埋事實，完全咧係唔會理其他人嘅感受同埋意見嘅噃。最嬲尾就係打岔型啦。呢一種溝通方式嘅人咧，好中意轉移話題嘅，避免咧正面咁樣咧去應對咧或者回應問題。例如一位員工喺面對別人嘅批評嘅時候咧，會突然間咧去講其他無相關嘅嘢，試圖咧去逃避責任。當然你會發現呢4種模式咧，都係好似想逃避某啲嘢咁樣，例如係責任啦、批評啦、個人反思等等。的確人遇到困難咧係會傾向逃避啦，呢啲都係正常不過嘅事。咁但喺職場上面遇到咁嘅情況，咁我哋又可以點呢？下集咧繼續同大家分享。